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1篇，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5节，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感谢。存感谢的心是基督徒基本的生命态度。保罗提醒教导我们的是，凡事要感恩，特别是我们所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之后。重要的是，基督徒应当要经常思考所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或是明白上帝施恩赐福的预言。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5节，圣经这样记载：上主在曼利的圣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，那时正是白天最热的时候。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他抬头一看，看见3个人站在那里，他就上前迎接他们，匍匐在地，对他们说：我主，请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让我招待后再走。我去拿水给你们洗脚，请在树下休息。我去预备一点食物给你们吃，吃了才有力量继续赶路。你们到我家，请接受我的招待。他们回答：谢谢。亚伯拉罕急忙跑进帐篷，对撒拉说：赶快拿最好的面粉出来，烤些面包。接着他跑到牛群中，选了一头又嫩又肥的小牛，交给了仆人，吩咐他们赶快准备。他们拿来乳酪、牛奶和牛肉，把食物摆在他们的面前，亲自在树下招待他们，他们就吃了。他们问亚伯拉罕：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？他回答：在帐篷里。其中一位说：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来，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帐篷的门口，在那人的后面听着。当时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已经很大，年纪很大，撒拉的月经也早已经停了，因此撒拉偷偷地笑，自言自语说：我老了，我的丈夫也老了，我还会有喜吗？于是上主责问亚伯拉罕：撒拉为什么偷偷的笑，自言自语：我这么老了还能生孩子吗？难道上主有做不成的事吗？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，撒拉要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害怕，否认说：我没有笑。他就说：有，你的确笑了。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以及撒拉年纪非常的大，都没有孩子，这成为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困境。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，他的太太小他10岁，他们仍然膝下无子。即便是他们很期待有孩子，可是以实际的身体，因为年纪太大，也就不敢抱持的太大的期望。即便是上帝的使者来预言他们在1年之后将获得一个孩子，但是他们却不敢抱着任何的期待。当然这样子他们就无法抱持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赐恩。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，他特别感谢教会的基督徒送给他的礼物。保罗表示自己已经学会了知足的生活，无论生活上的经济困境如何，他都能够学习知足。其实知足也是一个学习感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，
因为无论他得到任何的礼物、恩典，他都会懂得感恩。特别是保罗在经历了困境的当中，得到了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的帮助，保罗更表达出他的感谢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20节这样的记载保罗的信。他说，我在主的生命里有极大的喜乐，因为过了一段时间，现在你们再一次来供应我。其实你们向来关心我，只是没有机会表示罢了。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，我已经学会对现状满足。我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，也知道怎样过富裕的生活。我已经得到了秘诀，随时随地饱足好，饥渴也好，丰盛也好，缺乏也好，我都知足。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，我能够适应任何的情况。但是当我困难的时候，你们来帮助我，我很感激。你们腓立比人都知道，我传福音的初期，我离开了马其顿，那时候只有你们的教会帮助我，有份于我的盈亏得失。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不止一次，我有需要你们就来帮助我，不是我贪图什么馈赠，而是希望你们多得盈余，归入你们自己的账上。这就是你们送给我一切礼物的收据。你们所送的超过了我的需求。以巴弗提替你们带来了许多丰富的礼物，正像是芬芳的香气，是上帝所悦纳的祭品。我的上帝会照着他在基督耶稣里那丰富的福泽，把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赐给你们。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上帝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因为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态，懂得感谢的生命，保罗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丰丰盛盛的。他更因此祝福腓立比教会基督徒能够得到上帝更多的赐福，来补足他们的一切的需要。诗篇111篇，要赞美上主，我一心一意感谢上帝，在他正直子民的聚会中感谢他。上主的作为多么奇伟，凡喜爱他的都愿意明白。他的作为充满尊荣威严，他的公义永垂不朽。上主不使我们忘了他所行的奇事，他的恩慈充满怜悯，他赐食物给敬畏他的人，他永远记得他所立的约，他向他的子民显示大能，把异族的土地赐给他们，那一切的作为都信实公正，他的诫命确实可靠，他的命令永远有效，按照信实和公义奠定他救赎他的子民，与他们立永久的约。他神圣可畏，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。他赐智慧给遵行他命令的人，他应该永远受颂赞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懂得知足，知道要感谢，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愿意感谢所领受任何所领受的礼物、帮助、恩典，特别是我们在经历建堂的这个过程当中所领受的一切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